上集啊，同大家介紹咗一間80萬澳幣左右啦，喺墨爾本北區嘅 townhouse。咁間屋咧個性價比都幾高嘅。咁條片出咗之後，有唔少觀眾問我啊，佢哋私底下聯絡我問我啊，喂 Alex 可唔可以介紹一啲咧喺墨爾本東南區嘅80萬左右嘅樓盤啊？咁今集咧就會同大家分享咧一間喺墨爾本東南區都叫做算係藍籌位置。咁客戶嘅要求咧，佢個預算咧大概係80萬左右。咁佢嘅要求咧就會比較注重個 location 同埋校區㗎。要求咧行路去到火車站啦，校區要好啦，包括中學同埋小學。因為佢太太咧就唔識揸車住，咁之後咧應該都會考翻車牌嘅。咁佢平時又要翻工啦，咁小朋友過到嚟咧可以直接翻到學唔想花太多時間咧揾啲好嘅學校。咁最終咧我就幫佢揾咗喺墨爾本東南區一個叫 Mount Waverley 嘅 unit。咁我會解釋一下咧 unit 到底係乜嘢嚟嘅。咁先介紹下呢個區同埋嗰間屋嘅位置啊。佢個位置咧係成個物業嘅重點啊。It's all about the location。Mount Waverley 咧係位於墨爾本嘅東南區啊。嗱，未嚟過墨爾本居住嘅朋友咧，墨爾本咧係有分東南區、西區同埋北區。咁東南區咧係發展得最早嘅，咁佢嘅配套啦，佢嘅居住嘅有錢人啦，亦都係最多噶。佢有啲似咧香港嘅港島區或者台灣嘅台北市。Mount Waverley 咧係位於墨爾本東南區啊，佢係一個中西合璧嘅靚區。距離市中心咧只係16公里嘅啫。你華人區嘅中心地帶Glen Waverley 咧只係5分鐘車程。Box Hill 咧揸車嘅話咧15分鐘。咁附近仲有全澳洲最大嘅購物中心Charleston Shopping Centre， 揸車過去咧都係講緊10分鐘嘅咋。因此咧住喺呢個區咧係可以享受到華人區啦，以及鬼佬嘅設施啊。咁呢個區咧係以自住客為主，因為好住啊嘛。咁75%咧係自住嘅，只有25%咧係投資嘅啫。因此呢個區嘅租盤供應咧係唔多噶。咁周邊嘅醫院學校個配套咧喺東南區嚟講咧係屬於數一數二好嘅，亦都係咧呢一個樓盤呢個區嘅最大嘅賣點啊。某程度上嚟講咧，其實咧佢個位置同埋配套咧係要比比較出名啊。咁當然係好多中國人覺得出名嘅 Glen Waverley 咧仲要好噶。因為 Glen Waverley 咧其實喺30年前咧其實佢係冇咧Mount Waverley 咧咁出名噶。咁只不過咧係近呢20-30年咧係多咗來自中國嘅有錢嘅投資移民咧，將成個 Glen Waverley 咧個樓價咧叫做係浪高咗咁解嘅啫。咁所以咧對一啲新移民啦，或者係啲中國嘅移民啦，佢哋感覺上咧就會覺得咧 Glen 咧係優越過 Mount Waverley 噶。咁另外就係其實 Mount Waverley 咧就喺 Glen Waverley 隔離嘅啫。咁揸車過去咧享用咧Glen Waverley 嘅設施咧都係講緊5分鐘車程。5分鐘車程喺澳洲嚟講咧 which is nothing。咁呢間屋所在嘅位置咧，絕對係算得上咧 Mount Waverley 嘅藍籌地段。咁4個字嚟形容就係旺中大正，仲要係學校好、地段好、配套好。步行去Sandor火車站咧，只係需要10分鐘。直接咧係可以坐火車咧去墨爾本市中心，係唔需要轉車噶。步行5分鐘內咧，仲有多條嘅巴士線啦，係有循環線咧去 Glen Waverley 嘅購物中心以及 Box Hill。咁所以咧太太咧就算啱啱過到嚟澳洲咧唔識揸車咧，喺呢個生活機能方面咁譬如買餸都唔會係出現問題噶。咁學校方面啦，咁小學嘅話咧距離只係250米嘅啫，係一間排名唔錯嘅公立小學。中學方面咧有啲遠，距離咧大概係1.46公里。咁佢係屬於咧 Mount Waverley 中學嘅校區。咁雖然話有少少遠啦，咁但係咧小朋友行路嘅話咧，大概15至20分鐘咧就可以行到去翻學噶啦，係屬於可以接受嘅範圍之內。如果踩單車嘅話咧，我相信咧10分鐘之內咧就可以去到噶啦。嗱，另一樣咧位置上嘅優勢咧就係佢條
街同埋佢所在個 unit 嗰個位置啊。咁當然啦，我唔可以話俾你聽邊條街啦，我只可以話俾你聽，佢門前呢條街呢個汽車流量呢係唔多嘅，並唔係嗰啲24小時啊都有重型貨車經過嘅主要馬路。咁另外啊，佢係位於3間 unit 入邊呢最入邊嗰個位置啊。咁屋嘅3邊呢都係俾其他屋包圍住。咁因此咧，佢嘅 privacy 係最好，佢嘅安靜度咧亦都係最高。咁呢種 unit 咧喺呢一類型嘅小型嘅社區入邊咧係最值錢、最保值、升值潛力咧亦都係最高，市場嘅放盤嘅數量咧亦都係最稀缺。咁正所謂物以罕為貴啊！喺呢個小型社區啊，3間 unit 入邊咧呢一間咧係最好噶。嗱，位置啊介紹完啦，而家嚟講下咧，乜嘢叫做 unit 同 apartment 同 townhouse 同 house 有乜嘢分別咧？咁然之後咧，我會簡單介紹一下呢間屋入邊嘅裝修同埋佢嘅 floor plan。嗱，佢驟眼咧睇上去咧，同間 house 咧獨立屋咧係冇乜太大分別噶。咁實質上咧，佢想當年啊嗰個建築規格啦，同埋佢使用嘅建築物料咧，咁同一間獨立嘅 house 咧，亦都係冇太大嘅分別。咁最大嘅分別咧，就係佢個地契啊，同埋嗰個土地嘅使用權。咁業主咧仍然咧係擁有土地噶。咁呢間屋啊所佔據嘅地皮咧係屬於業主噶。咁除此之外咧，呢個小型屋苑啊呢條 driveway 咧，佢亦都擁有呢個共同嘅業權啦，或者使用權，即係俗稱嘅叫做 common area。咁呢條路咧係由多個業主咧係共同擁有，咁當然啦，佢哋係有共同責任咧，係需要向呢條道路咧進行維護噶，亦都包括呢個屋苑咧周圍嘅 fence 啊嗰啲圍欄啊。咁相比起獨立門牌嘅獨立屋咧，喺個土地使用權咧 unit 咧係受到限制噶，因為咧佢係屬於 strata title， 並唔係 freehold land title， 你係唔可以咧將呢間屋咧推倒重建。咁亦都唔可以啊！喺呢間屋嘅土地嗰度咧進行加建啊。咁室內裝修咧係可以噶，唔需要經過 council 嘅同意。咁當然啦，要視乎係乜嘢類型嘅裝修啦。咁你話喂，進行一個簡單嘅廚房啊或者浴室嘅翻修工程咧，係唔需要得到 council 嘅同意噶。或者更換門窗啊、更換呢個車房門咧，都係唔需要得到 council 嘅同意噶。咁但係咧，如果你要進行一啲比較大型嘅裝修工程啊，譬如要更改佢入邊嗰個格局嘅話咧，咁有機會咧係需要向 council 咧係攞呢個 approval 嘅。咁一切嘅詳情咧係以你相應嘅 council 咧為準。咁因為咧澳洲唔同嘅社區、唔同嘅區、唔同嘅 council， 佢哋內部嘅 regulations 咧都有機會咧係唔一樣噶。因為喺澳洲咧 council 與 council 之間咧，佢哋係各自為政，互不溝通噶。嗱，呢個咧係 unit 同獨立門牌、獨立地皮嘅 house 之間嘅分別。咁同 townhouse 有咩分別咧？嗱，首先喺嗰個土地使用權上咧係冇乜分別嘅，大家都係屬於 strata title。咁間屋咧你係唔可以推倒重建，唔可以加建。咁但係咧兩者之間咧都係有分別嘅。咁分別咧有以下幾點。咁首先就係唔係個個 unit 嘅小型屋苑咧都係需要交管理費，即係所謂嘅 body corporate。咁有啲咧2至3間嘅 unit 咧喺法例上咧佢唔需要成立咧所謂嘅業主立案法會。咁所有咧 common area 嘅維修保養方面咧係2-3個業主之間咧互相咧去進行呢個妥協同埋分工。咁 townhouse 咧好多時咧2至3間或以上咧，佢係需要咧成立呢個業主立案法會。咁因此咧係需要咧每年咧繳交呢個所謂嘅管理費。咁小業主咧就同香港一樣啦，你係要交呢個管理費啦，而經由咧呢個管理公司咧代理咧去進行呢啲維修保養工作。嗱，另一個分別咧就係起樓嘅年份啦，因為咧其實 units 同埋 townhouse 咧係屬於唔同年代嘅產品啦，咁佢哋之間咧係各有優缺點噶。咁 unit 本身咧係相比起 townhouse 咧係屬於較早期嘅產品。咁或者咁講啦，我以 Mount Waverley 做例子啦。
咁其實呢個區咧最早嘅時候，即係講緊1950年啦，或者1960年咧，佢最早一批嘅我哋叫做住戶咧，佢哋係買地起屋嘅，即係你所謂而家我哋見到澳洲新開發區嘅 house and land。咁當呢個區嘅人口越嚟越多，土地供應越嚟越不足之後咧，為咗解決呢個人口增長嘅問題咧，咁政府咧就推出呢啲所謂嘅 unit 啦，就係喺一塊地嗰度咧就開2間、3間。咁通常咧呢啲所謂嘅 unit 咧都係一層嘅，我哋叫做 single level。咁好似呢間屋為例啦，佢係1987年起好嘅，咁距離至今咧個樓齡咧大概咧係樓齡咧係40年左右。咁隨住人口繼續上升咧，起 unit 咧都解決唔到呢個居住問題啦。咁因此咧，大概喺30年前左右咧就澳洲嘅開發商咧就停止咧就起呢種 unit 啦，因為太嘥位置啦。咁咧就開始咧起 townhouse 啦。因為 townhouse 咧係2層高，佢可以滿足到咧住戶咧嗰個居住空間嘅同時咧，佢佔用嘅地皮咧就更加少啊。咁由於咧呢啲 unit 咧係較早年份興建啦，嗱，有眼力嘅觀眾咧已經發現啦，有2個唔同點啦。第一就係因為佢起得早啦，所以咧佢嘅位置上咧係會比呢個 townhouse 係優勝噶。而且咧，佢嘅佔地面積咧係會比同區嘅 townhouse 係多好多噶。喂，你個位置更加好，你嘅地皮更加多，亦即係話咧，佢嗰個土地嗰部分咧係會比 townhouse 優勝啦。咁當然啦，缺點就係 townhouse 2層啦。咁佢個居住空間佢個設計係會比呢啲40年前嘅 unit 咧係更加現代啦。咁由於澳洲嘅建築成本近呢幾年咧就升咗好多啊，咁所以咧而家新嘅 townhouse 咁開發商係為咗要 cover 佢嘅成本啦，咁所以而家佢嘅新盤嘅開價咧，往往咧係會比呢啲舊 unit 咧係貴好多噶。咁所以咧呢啲舊 unit 咧係比較適合預算有限，但係咧咁想入住一啲咧位置地段比較好嘅買家，咁同時咧亦都會享受到咧呢個地皮嘅升值。咁佢亦都唔係好介意咧樓齡舊少少，同埋嗰個 floor plan 咧冇咁現代嘅缺點。好，我哋而家嚟睇下呢間屋嘅開則同埋入邊嘅裝修啦。佢係2房1廁，連一個 single garage， 一個客廳，一個封閉式嘅廚房。咁廚房前面咧係可以擺到咧有一個小型嘅 dining area。咁雖然話就係得一個廁所咧，但係咧佢係一個 laundry 嘅，即係所謂澳洲嘅洗衣房。呢個洗衣房咧係有足夠嘅空間咧。假如咧業主咧覺得廁所同埋淋浴咧唔夠用嘅話咧，佢係可以將呢個洗衣房咧係改造啊，係可以變成一個加多個廁所同埋淋浴之餘咧，仲可以擺到洗衣機㗎。咁門口入去嘅右手邊咧係2間睡房，佢嘅面積咧分別係3.2米乘3.3米，以及3.4米乘以2.7米。呢個面積咧係唔包括咧入牆櫃同埋咧門窗嗰個位置㗎。因此咧係可以輕鬆咧擺得落一張雙人床噶。咁廁所部分上手業主咧將呢個廁所咧係重新咧係裝修過噶。咁入邊有浴缸咧同埋淋浴。咁而且咧佢係做咗2道趟門噶。咁方便咧住戶咧喺沖涼嘅時候咧，咁另一位住戶咧可以咧使用呢個廁所而唔受到影響。咁廚房部分啦，咁呢個廚房咧大概喺20年前咧就裝修過。咁前一手業主咧應該係老人家，咁因此咧你見到咧佢係將原先嘅煤氣爐咧就改造咧成為呢個電爐。咁其實咧呢個物業咧係有煤氣噶，咁新業主咧佢需要嘅話咧係可以咧將佢咧改翻咧成為呢個煤氣爐噶。咁喺廚房前面咧係有一個2.3米乘以2.8米嘅 dining area。嗱，記住呢一個空間咧唔計咧廚房嘅其他可以儲物嘅櫃噶。咁當然啦，你買得呢啲 unit 你唔 expect 咧嗰個空間係可以好大啦。咁住戶咧可以購買一啲可以摺疊嘅飯台啦。
咁對於一個3至4人嘅家庭嚟講呢，個空間呢都算呢係可以接受㗎。咁除此之外呢，門口行入去嘅走廊位置呢，亦都做咗一個儲物櫃㗎。唔夠擺嘢嘅話呢，仲有一個車房咧俾你擺嘢嘅。我陣間會講下個車房嘅。咁客廳部分啦，咁佢係一個5米乘以4.5米嘅空間，嗱係屬於一個正方形嘅客廳，咁因此咧佢嘅實用性咧係好高噶。咁上手業主咧係加裝咗冷氣嘅啦，嗱大家睇到咧呢一部咧係原裝嗰部冷氣嘅，係40年前嘅產品啦。咁大家放心，佢係已經咧加裝咗咧新款嘅呢個分體式嘅冷暖空調噶啦。咁除咗客廳之外咧，2間房間咧都係有呢個獨立嘅空調嘅。咁 garage 部分啦，佢個闊度咧有3米，咁深度咧有5.5米，咁已經咧係幫你加裝咗咧呢個電動摩打，即係可以咧我哋叫做 remote control 嘅 lock up garage 啦。因為佢40年前咧呢隻門咧係手動嘅，係當其時咧係冇呢啲電動摩打噶。咁好多澳洲人咧係會將個 garage 咧攞嚟擺嘢噶。咁就算咧你攞嚟泊車啊，因為佢個深度咧有5.5米啊，你泊完架車之後咧，其實仲有1-2米嘅深度咧係可以咧俾你攞嚟擺嘢噶。嗱，講到泊車啦，如果你有2架車嘅話咧，咁通常呢啲3至4人家庭咧，2架車咧就已經夠噶啦。你可以將1架車咧就泊喺呢個車房入邊啦，門口呢個位咧都可以攞嚟泊車噶，呢個係屬於你嘅私家位嚟噶。咁呢間屋咧喺個花園度咧仲加裝咗咧呢個叫 water tank，咁佢係咧會將雨水咧儲存喺入邊啦，咁你可以攞嚟淋花啊，或者係攞嚟洗車咯。咁叫做有少少環保嘅作用啦，咁每年可以幫你慳翻少少嘅水費啦，咁叫做好過冇啦。咁裝修部分啦，咁雖然話樓齡有40年嘅年紀啦，咁地板同埋門窗咧都係原裝噶，咁但係咧係唔影響使用噶，因為木地板同埋門窗咧都係保養得唔錯噶。咁所有窗咧都加裝咗呢個紗窗俾你，咁新業主咧係唔需要咧再使錢去裝紗窗噶啦。咁頭先講咗啦，咁全屋嘅冷暖系統咧都 upgrade 咗，咁而且房間入邊咧仲加裝咗咧呢個吊扇啦，廁所咧亦都係幾年前咧重新裝修過。咁廚房雖然唔係全新啦，咁但係所有嘢都用到嘅。咁而且咧呢個廚房咧有一個少少嘅特別嘅設計，就係佢裝咗咧一個 skylight。咁即係咧我哋澳洲嘅所謂屋頂咧就開咗個天窗俾你，係會將呢個自然光咧引入去你個廚房入邊。嗱，去到呢個位啊，我相信咧有觀眾可能會問啊，哇 Alex， 呢啲40年樓齡喺香港係屬於呢啲唐樓嚟噶噃，會唔會有好多嗰啲維修保養要俾噶？哇，你唔好同我搞一單好似香港嗰啲咩宏福苑嗰啲啦，哇陣間整下，哇又俾好多錢天價維修，跟住仲要燒鬼埋間屋，咁咪好大件事。嗱，呢位觀眾，你個問題問得好好啊，我直接講個答案俾你聽啦。咁其實咧呢一種我哋叫做用磚solid brick 起嘅 unit 啦，咁當然前提係你要 check 過晒佢個地基佢個 build quality 啦。好似呢個單位咁啦，喺購買之前咧，我幫個客戶咧就 check 過晒呢間屋嘅佢個地基啦，佢個 build quality 啦，包括佢所有嘅 gutter 即係嗰啲排水管啦，佢個屋頂嗰啲瓦片啦，亦都包括咧屋入邊嗰個結構佢個 structure 啦，咁確保係冇問題噶。嗱，即係咁講啦，一間冇問題 well maintained 嘅 unit 咧，嗱，好似呢一間咁咧，其實佢實際上咧每年個維修保養費咧係要比townhouse 同埋 apartment 平好多好多，基本上咧係冇乜維修費咧需要搞噶。咁而且咧呢個單位咧係位於成個小區入邊咧最入邊嘅位置啊。咁因此咧就算刮大風咧都吹佢唔到嘅。同香港嘅樓宇咧係唔同啦，因為香港咧每年咧都要面對幾次嘅颱風啦，日曬雨淋，風吹雨打，咁因此咧佢嘅外牆就要使每年咧就特別係啲樓齡高嘅咧就要使好多錢咧進行呢個外牆維修啦。咁而澳洲呢啲所謂 solid brick 嘅物業咧，佢係唔會有呢個問題噶。咁講到火災啦，咁由於咧佢係磚頭起噶，嗱，磚頭咧係
着唔到火噶，磚頭係燒唔着噶。咁因此咧，亦都唔需要擔心咧呢個火燭嘅問題噶。嗱，我再答埋你，會唔會有地震啊或者水災啊？俾水浸啊，都唔會有呢個問題噶。咁因為咧墨爾本咧唔係屬於一個地震區啊。咁而Mount Waverley附近咧係冇河流嘅，冇河流咧就唔會有水浸。咁所以咧呢一種 unit 咧，其實佢個性價比咧幾高嘅。嗱，當然前提咧就係你一定要 check 過佢嗰個 structure 係冇問題。另外就係你唔介意佢舊款嘅 floor plan。咁同埋咧市面上咧其實咧絕大部分嘅 unit 咧，你點都咧係需要搞下一啲裝修㗎。咁最後咧就賣個小廣告啦。咁有興趣咧揾我幫你放盤啦，或者放租啦，或者叫我幫你揾盤咧，歡迎你私底下聯絡我。好，今集就分享到呢度，感謝收睇Total TV，我哋下次見，拜拜。